受到以色列和伊朗起冲突，佮有美国联准会放慢降利息的脚步，和台积电法说会消息影响，台股今仔日开盘就直直落，落尾收伫19527点，当中落774点。台积电800块嘛收无掉，落54块，收伫750块。拜五台股一个开盘，互一寡投资人的心拢切落来，因为台股搁再落破2万点，一直落价幅度捌超过1000点。宽王台积电是好亲像受到法说会影响，开盘捌青顺顺失收800块，落价幅度捌超过7%。季线跟这个19000点的这个整数关卡之间，应该有机会出现一个技术性的止跌哦。那至于说未来这边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这个坚强的止跌点呢？那还要看国际股市未来的变化而定。专家分析，受到台积电法说会、国际以色列、伊朗搁再冲突，也有美国联准会放慢降低利息的脚步，拢互股市行情变差。观察新台票的表现嘛无好，伫落破32块半了后，捌大落1.94角，创下8年半中的新低。只是国内4月初才拄调整定价，搁加国际局势无稳定。专家发现通货膨胀有慢慢走悬的趋势，呼吁中央银行都要密切观察，若做有必要爱适时做调整，压制通货膨胀。我们的确也有内忧，也有一点点外患。外患就是说是国际原物料还有国际局势的这种影响到供应链重组的问题。扬帆起航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台湾未来的出口有比较乐观的预期。随着未来出口的增长之后的话，厂商对于投资迟疑性降低的话，那固定资本还是有调上的空间。中经院预测，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是3.38%，成长的模式是内外拢温和。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会超过2%，民众会有感觉物价伫起价，也为来自消费市场的表现增加一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